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种编读第2部分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32课读讲练习第1这安怎读？旗仔兵，旗仔兵。第2这安怎读？一世人，一世人。第3这安怎读？大丈夫，大丈夫。第4这安怎读？内政部，内政部。第5这安怎读？5000块，5000块。第6这安怎读？车本斗，车本斗。第7这安怎读？童子军，童子军。第8这安怎读？蚊仔水，蚊仔水。第9这安怎读？总统府，总统府。第10这安怎读？铁路局，铁路局。11这安怎读？出版社，出版社。12这安怎读？长会寿，长会寿。13这安怎读？飞机场，飞机场。14这安怎读？加只拼，加只拼。15这安怎读？白灵丝，白灵丝。16这安怎读？地下道，地下道。17这安怎读？鸡仔肉，鸡仔肉。18这安怎读？杂菜面，杂菜面。19这安怎读？去食命，去食命。20这安怎读？歹年冬，歹年冬。21这安怎读？好野人，好野人。22这安怎读？放上头，放上头。23这安怎读？电火条，电火条。24这安怎读？陆战队，陆战队。25这安怎读？钉仔脚，钉仔脚。26这安怎读？四句联，四句联。27这安怎读？司令台，司令台。28这安怎读？门光空，门光空。29这安怎读？三字经，三字经。30这安怎读？点仔加，点仔加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